好似變鈴咁啊！比如講啦，你攞到佢嚟打個手指冇印，夠大書有咗啦，正正改新咗，白事行咗咯。但係你揸車過去2年你飛啊？幾時啊？早2年去咗咯，你都唔做得咩？你做得咩？又關大書啦！早2年去咗嚟講啊，你係點樣去睇法？你又睇翻呢度喎，你又點樣去睇法？早2年已經去咗喎，又教大書係點樣？靜靜咁樣行咗啦，早2年前啊，你去做咩？哇！你嘅屍體出嚟，要火葬啊！剩翻骨隻，肉都霉晒咗，碎晒咗，生咗蟲，化晒咗，剩翻骨頭，攞骨頭嚟燒，燒到脆脆，再攞磨石去磨到粉，何必？有啲麻煩。